got nothing to lose, so can't stop, won't stop falling into you, my God, oh my God, 'cause no one's gonna love me like you do, alright, I've got nothing to lose, so I can't stop, won't stop falling into you, alright, alright, I'm falling into you, I'm falling into you, my God。 亲爱的永光家人，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直播上的弟兄姐妹，上帝也与你们同在，神的心声还有他的平安也都在你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牧师来问我们一下，在这个礼拜里面，你的生活，这个日子当中，你是有富足的，请举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跟家人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请举手。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神他要把那属天的丰盛、兴旺都要加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这份信心，要支取从神来的祝福？阿们吗？阿们。我要请问，谁能够给我们这属天的祝福？谁能够？唯有神，唯有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神他呼召了我们，神他看中了我们，所以是圣灵带领你回到他的面前，要来敬拜我们的神。神他说，上帝他说，敬拜他的子民是最珍贵的，而且他最喜爱听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赞美，听我们的祷告。阿们吗？哈利路亚。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牧师邀请我们来领受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的心来到这里，就有一股的温暖、安全，并且有一个医治在我们里面。不论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只要你愿意相信，神他就必在你的里面动善功。因为神他是医治的神，并且他是主动的神，他是乐意的神。然而我们需要来向他敞开，我们将我们的双手举起，我们敞开我们的手，我们要来欢迎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爱你，圣灵我爱你。有30秒的时间，你跟圣灵有一个亲密的祷告。哈利，你有什么样的话，你对圣灵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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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神他说，亲近我的，我也必亲近他。阿们。所以当你在这里，你亲近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的身旁？哈利路亚，神就在你的身旁，神就在你的身旁。在第一场的时候，牧师看见耶稣就在我们中间的走道，他从前面往后走，看到每一个人都在敬拜天父，并且耶稣他将他的手握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来安慰他心里面的难处。所以你心里面即便有难处，你知道吗？耶稣他会将他的手握在你的肩上，他来安慰你，并且主耶稣他要跟你说，孩子，你的信心必得着丰盛的回应。阿们，阿们。我们的信心是不动摇的。阿们，所以我们站立在基督里面，站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基督的磐石是不动摇的。阿们。地上的地震是不能够震动神的国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的信心都是坚固的，因为神他在你的里边，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
等一下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歌声颂扬，我们充满了呼喊，我们充满了极大的歌声在赞美神。因为当我们若不赞美神的时候，石头也都要赞美神。阿们吗？这就是神的大能。因此在今天我们的赞美必是大声，并且是高声的，是跳舞的，然后呢是旋转的，是呐喊的。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一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在这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你来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们用呐喊、舞蹈、举手来赞美神。我们用呐喊、舞蹈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吗？阿们。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阿们。求神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我之中。
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赞美给我们的神，因为神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也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未信的可以相信，让相信的可以深信，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也在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勇敢向前。
为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并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一切的应许都是 Amen。 所以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全然的交托给神，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我们继续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也来宣告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显在我是的，神要对你发出他的光。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耶稣看见我们爱他，所以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他。主他看见我们愿意跟随他，因为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分辨哪一个才是真神，哪一个才是对的神。所以神今天他呼召我们，我们也乐意回应，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我们当中有年轻的，然后有央亲的，有社青的，有成年，有年长的，我们同聚一堂，就在神的殿里边一起敬拜他。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不分年龄的，来自不同的家庭，我们却因为同一个信，同一个，我们就在他当中。因着一信一主一喜一上帝，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同心的歌颂他，因为神他配得称颂，他所受的称颂与他的名相称。阿们吗？我们要颂扬他直到地极。因此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支取了那得胜的力量。阿们。我们就要凭着这得胜的印记，我们要来跟神来祷告，我们要来代求。我们特别在现在要进入暑假当中，我们要为我们的儿童，为我们的青少年来祷告，求上帝大大使用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营会，我们原来跟神求100个人，如今神给我们多而又多，给我们105位的青少年。阿们吗？这是神量给我们格外的恩典，真是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有求必应，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所发出的话是不突然返回的，因为神应许在我们当中，凡是在耶稣里的一切都是是的。阿们。我们为我们的儿童来祷告，青少年跟儿童他们的营会，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儿童就没有未来，没有正常的青少年，没有健康的青少年就没有未来，也没有好的家庭。所以我们要为青少年、为儿童来祷告，在他们的营会当中，求神来使用他们，让他们借着这个营会，他们能够大大的领受圣灵的同在。阿们。让圣灵亲自来教导他们，比父母的教导好的更多。因为圣灵他知道你的小孩属于什么样的个性，用什么样的话来对他说。所以这个时刻我们要来 RPG， 我们要为青少年的营会，为儿童的营会，我们来 RPG 来祷告。我们来一个找一个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来协助这些新的朋友，然后不知道怎么样 RPG 的朋友，我们的小组长站出来，来协助，来带领这些比较新的朋友，我们的小组长同工。我们开始来 RPG 的祷告，充满能力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两个人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主你必垂听我们祷告，在青少年，在儿童的身上。主啊，你要使用他们，主你要转化他们，你要复兴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祷告的，每一个人都在祷告里边。哈利路亚，圣灵你运行。哈利路亚，每一个开口祷告的都要蒙祝福。哈利路亚。
十架跟随我们愿意愿你的荣耀背上十字架，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我们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来唱。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哈利路亚。愿你的荣耀彰显我们在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弟兄来，弟兄，哈利路亚。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姐妹换我们了，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我们一起用这一句，我们一起来宣告，一起来，请耶稣，我爱你，喜乐的跟随你。阿门，阿门。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耶稣爱我，我喜乐的跟随他。你跟旁边人说，耶稣爱我，我喜乐的跟随他。哈利路亚。你知道吗？你现在所说的这一句话不是闲聊，而是有对方为你做见证。当你喜乐的跟随主的时候，请问耶稣会不会喜乐的带着你？阿门，阿门。耶稣的喜乐胜过于你的喜乐。耶稣对你的盼望，要给你的能力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阿门，阿门。所以我们有得胜的凭据在我们当中。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大家请坐。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个礼拜呢，礼拜3、4、5、6是我们青少年特别为我们的小六升国1的、国3升高1的这些的毕业生，我们为他们举办了一个营会，非常棒的营会。在这个营会里边呢，老师教导我们孩子，让他们清楚青少年的发育，还有男女之间的关系界限，也让他们知道跟家人的关系如何建立在基督的爱里边。这个营会是不是非常棒？阿们吗？阿们。我们现在要邀请营会的孩子们来为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作为他们的惩罚。我们热烈掌声，耶！掌声不嫌多，再一次加尖叫！后面那个。我不需要任何理由，我就每天想着耶稣，不管我的情绪如何。I just think about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Just think about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Just think about your love. And I don't need another reason why. 我开口高声唱，来自由赞美你 ，You are the greatest。来自由赞美你 ，You are the greatest。
头感觉。我赞美，因为我相信，不管我的环境如何。It's the power of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The power of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The power of your love. And I don't need another reason why. 我开口高声唱，来自由赞美你。You are the greatest. 来自由赞美你。You are the greatest. 来自由赞美你。You are the greatest. 超越所求所想，胜过一切所需。I will give you my praise. I will, I will, I will. And I don't need another reason why. 我开口高声唱，来自由赞美你。You are the greatest. You are the greatest.哈利路亚！上帝要祝福这一群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在教会这个好的土壤里边继续的成长，他们要成为这个世代的领袖。好，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慧。攻读圣经，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46篇1到11节，诗篇第46篇1到11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湃欢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万邦先让国度动摇，上帝出生，地就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争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此时我们要请潘牧师。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邀请我们培育学校在上个礼拜举办了培育学校的领袖班的毕业典礼。
那今天呢，我们也安排毕业生呢要来做见证，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见证。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意志。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这一届领袖班毕业的学生意志。那我会来到永光教会，其实是参加马街150的活动。那我在那个活动，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其实在那之前是不认识基督教，也不知道教会。但是我在那个活动，我就受到满满的感动。然后后来波波又带我到小组，然后慢慢的参加主日，甚至有服事投影。我觉得教会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是彰化人，就是在台北的另外一个家。好，那其实受洗到现在进入第2个年头，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就马上到培育学校受装备。那其实透过课程、透过灵修、透过领受异象，我觉得我一步一步更加认识这位创造我的神，以及为了我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我觉得培育学校对我来说是让我对信仰有更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长班的时候，牧师带着我们亲近神，借由灵修，我学会了打开频道，让神的声音进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原来神离我这么近，只要我愿意安静下来，将时间分别为圣。因为依靠神，我可以在清晨听到神对我的慈爱之言。这一天的开始也就充满了盼望和力量。门徒班告诉我赞美所带来的超能力。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仍然是在那个遭遇里；但当我赞美的时候，我是爬到那个遭遇的上面，超越一切去摸着主。我才知道原来赞美的重要，原来为什么我们每次主日的时候，大家要敬拜神、赞美神。赞美是得胜，是信心的关键，是属灵的武器。赞美也使我可以跨越问题，捆绑仇敌。阿们。好，那领袖班教会我从一个手心向下的初信者，渐渐变成一个可以手心向上的初信者，渐渐变成可以手心向下给予关怀和力量的基督徒。我学会如何为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同事，当他们在低潮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我学习到祷告带出无比大能的功效。牧师在课堂上有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间教会，不管在家庭、在职场上、在人际关系里，都可以关怀别人，使别人也可以接受到主耶稣无私且全能的爱、恩典和祝福。我觉得我的生命因为认识了主而翻转。进入教会之后，让我可以更亲近这个信仰，不管是牧师，或是小组长，或是甚至组员们，我觉得都给我很大的关心跟关怀。感谢主耶稣，让我从培育学校毕业，很开心可以在台上向大家分享培育学校的美好和见证。当我们宣告神的作为时，能力就被释放出来，使我们的见证在那些听见的人身上再次发生。我也希望将这些美好的见证分享给你们大家。感谢主耶稣，希望我可以将更多的见证和福音散播出去，让更多不认识这个信仰的人知道这个信仰的美好。谢谢大家。认识意志的举手一下。OK， 好，感谢主哈，大概一半的人左右哈。那你知道吗？意志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非常的羞涩，哈哈不善言辞的感觉哈。然而今天他在这里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已经信耶稣10年以上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他有这个功力呢？那是因为他真的顺服，来到教会受洗以后，就按部就班的在我们的领袖培育学校里面，这样一路的带领上来。你看他非常清楚，在成长班领受什么，好，在门徒班他得着什么，
到领袖班的什么，他可以分享什么，那是一个极大生命的一个转化。这是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奇妙善功，阿们。所以看见医治，我们就知道看见神的奇妙在他的身上，也看见神的作为继续在我们永光教会当中，阿们。所以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哈！我第一次听医治讲这么多话，但是他字字句句的都带出他生命的一个这一阶段这2年来的历程，让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还有陪伴他的，或者在小组或者在培育学校跟他一起分享的，我们都同得这一份的荣耀，阿们。感谢主，这是我们神给我们永光教会最棒的一个祝福，好吧？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感谢主。这是神为我们永光教会给我们的意向，我们有这使命，我们继续往前行就对了，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这一段诗篇第46篇这一段诗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主题。牧师给它定为不动摇的信心，阿们。你有不动摇的信心吗？阿们。这是基督徒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信仰上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就一帆风顺，对不对？信耶稣就可以马上得了千万的富翁，没有。但是神应许给我们的非常清楚，知道他与我们同在，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障。而今天我们透过诗篇46篇，我们一起来思考，你是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不是说我的自信心，而是论到的是从神而来的信心。所以这一份的信心跟上帝是有绝对关系的。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就不知道那信心如何从神给你。如果你不体会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是何等的有权柄全能的话，那你不知道也不懂得去依靠他，你就没有办法享有从他给我们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医治2年，他的整个生命的走过，生命的提升，岂不是让我们信主5年、10年、20年以上的信徒们，我们好好再重新来检测我们的信仰，这非常的重要。因为信心跟我们的年龄应该是等齐的，而且可以是超越的成长，对不对？这是必要。如果你信主已经5年、10年、20年，但是你对这一位神的信心还是模模糊糊的话，哇！那如果你是模模糊糊的基督徒，我要告诉你，你的信心可能是持平的，甚至有怎么样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需要好好的来注意，需要好好的来反省的。信心跟怀疑相信跟怀疑，就像钟摆式的这样的一个会有左右摇荡但是不管怎么样，愿神给我们知道，我们既然信了这位神，我们的信心是要越来越大的，阿们。所以信心越大，能力越强，恩典越广，阿们吗？我们一起来说，来，信心越大，能力越强，恩典越广，阿们。是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所以你不能满足你现在的信心，你跟隔壁说，我的信心还不够。你可以分一点给我吗？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信心要从哪里来？从自己的经历跟神的关系的建造，在这里面去经历、去得着。阿们。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情。诗篇第46篇，我们称它为胜利之诗，也称它为信心之诗。那这个诗篇的写作背景是在写着犹大王西西家他怎么样击退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故事哦。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再看诗篇46篇，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怎么样一个信念里面，把他对神的一个赞美信心跟得胜的宣告，在里面不断的可以激发历代的基督徒，这是我们诗篇里面46篇可以看见的。而我们也晓得马丁路德他有写了一首圣诗，就是圣诗第320首，中文叫做坚固保障歌，台语叫做上帝是咱坚固要塞。那个旋律就是上帝是咱坚固要塞，搁过来对就是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马丁路德他写的词。那他每一次在宗教改革的过程里面受到非常多的抨击为难，但是每一次他几乎快没信心的时候，他就宣告，他就拿诗篇46篇不断的来重复的唱，来兼顾他的信心，也兼顾他朋友的信心，来走这一条宗教改革之路。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会有所谓的新教基督教，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他坚信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条是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的，是愿意与我们同在同住同行的神。所以他就这样把教会先建立起来了，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的宣告可以告诉我们，从诗篇46篇来了解，得胜是属乎耶和华上帝的。阿们。是的，得胜是属乎他。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得胜的，那你会是失败的吗？我们的所信的耶稣，他是健康的，是喜乐的，是富足的，那你会是软弱病痛不足的吗？哇，这个跟我们所信的有直接的关系哦。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诗篇46篇第1节他怎么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是一个人生得胜的要诀关键。他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哇，他在诗篇46篇写作的第一个就宣告了他跟神的关系，宣告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依靠他如何面对我们随时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会看见第2节，他说，所以虽然怎么样，虽然怎么样，虽然怎么样，又虽然怎么样。哇，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给我们很棒的一个启示哦。他说，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哇，这是原来的这个翻译比较原文一点的哈。OK， 他说，所以因为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所以面对大环境山摇地动，哇海啸而来怎么样？台风过境，所以不管这一些怎么样大环境的让我们威胁着我们的性命、我们的家产，他说我们也不害怕。所以他说我们也不害怕，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掌握什么，我们可以看清楚什么，可以自己解决掉哦，不是哦。他说，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支持我们的，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我们就不害怕。
这是一个不害怕的关键呢。哇！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原来在新约里面，保罗也有一段话，好像跟这个可以彼此的对应的。保罗说：“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哇！他说的有很多这一些，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然而他说，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唯一的答案，他说，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哇，这是牧师最喜欢的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哇，这是非常棒的。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你都可以重新来看过，就像诗篇46篇一样的，也让我们明白，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阿们。所以台湾是一个地震常有的地方，台湾是一个台风常有的地方啊！哇，所以我们有天摇地动的时候，有那么大水泛滥的时刻，而你面对这一些的处境，你怎么样可以处之泰然呢？这个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挑战才有得胜的机会。阿们。是的，所以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挑战？如果你生活都没有挑战，一点挑战没有的话，我就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尝到那得胜的滋味。你不了解得胜的滋味是什么。哇，昨天晚上因为礼拜六都有我们的那个职棒在比赛，对不对？哇，昨天在桃园有一场的比赛，你们有人看昨天晚上的那个比赛吗？我是从第9局开始看，因为我都预备好了，今天都预备好，就休息，躺在沙发，开个电视就看，9局上，哇，这个分数是3-1，然后呢客队是3那个主场的他是1然后我们就看9下，他2分怎么打呢？从第1局打到第8局，他只有得1分呐。那9下怎么打？所以一般都会想说也快结束了，有没有？一个出局了，也差不多了。忽然间有一个安打上去1垒，也不算什么吧。忽然间又有一个安打，好嘛，那就到23垒又怎么样？到23垒，顶多又跑回来了一个嘛，对不对？没关系啦，那就大概就这样吧。也快结束了还有一出局就结束了。谁知道忽然间有一支的阳春全垒打，9下呢，又9下又结束了，所以是多少？3-3，所以要延长赛，对不对？时上，这个客队的1、2垒有人的时候，有一支牺牲安打，所以就到几垒了？2、3垒，对不对？哇，好不容易2、3垒，快要结束，他们得了1分呢，所以就变成4-3，对不对？时上结束了，想说应该也赢定了吧，对不对？10下，怎么上去马上一支安打，哇！又看，又一直安打，哇，好害怕，又怎么样？又牺牲打到2、3垒了，那也差不多了吧，对不对？想说，又怎么样？就是2个人死了啦，还剩下一个安打，一个打击数而已吧。想说，也不会再怎么样了应该是谁知道？忽然间有一支安打，然后2、3垒的人跑回来，那你知道，本来铁定输的10下的时候，却变成4-3赢了。不，你别安装。这个改变这个改变不是5-4。对，你有在算。我就看到这里说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好像要输了吧，对不对？但是坚持就非常重要，信心也会带出很奇妙的一个结果出来。喜欢看棒球的，喜欢运动打球类运动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如果到9下了，第3个还没有出局的话，还是充满了变数。这是非常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然而，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当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带来的是挑战的时候，你要赞美神。你说还有得胜的机会，还可以胜过逾越这困难的时候，我所带出的生命的亮点又多了许多。基督徒的我们就是如此的有阳光，充满积极喜乐的来看待我们每一个挑战。诗人也继续告诉我们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神的城是哪一个城？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哪一个城？耶路撒冷城哦，特别是犹大国，他们的首都就是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眼中，那就是神的城，因为它是神所建立、所看管的哦。他说有一道河，那牧师就去想说，耶路撒冷，我印象应该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的，所以四周应该是没有河。即便有一条基伦河，但是枯干的时间比有水的时间还多啊。那问题是，以色列人这些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上面是圣殿，下面是大卫的城，大卫所建的神，所以整个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是大概这个形状。旁边顶多这一条枯干的溪流，那他们怎么有水可以喝呢？很特别哦，就在城墙东这里有冒出了一个泉源哦。这泉源是什么？称为基顺泉源，而且很特别的，这个泉源是源源不断的。所以呢耶路撒冷的人怎么吃有水喝，就是饮用这个泉源来得着水哦。而在希西家的时候，当王的时候，他就筑了一个水道，就是让基顺这个泉源他做一个水道，然后引进来到耶路撒冷里面，在西罗亚池西罗亚塞勒阿迪对，西罗亚池引进到那里，所以城里的人就靠这样的一个泉源来得着水哦。所以外来的攻击想要阻断他们，让他们没水没粮的话，就会想尽办法把这个水源把它断掉。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要守住这个水源的源头，以至于到那个城里面继续的有水可以过活。而希西家水道大概隧道它高大概是2公尺哦，长是542公尺，而且是怎么样迂回弯曲的，很不容易哦。那它水涨的时候，顶多就到小腿，不会高过膝盖，而且是因为有水不断的流，所以是很清澈的。牧师看了很多人去那里走这一条，如果没有没有灯光的话，是非常暗的，但是很凉，不是很好走，但是大家也不会以至于跌倒，就很特别哇。那这个基顺泉源这是从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哦，这是希西家所做的一个水道。圣经在列王记下22章20节，他这里有写到20章20节说，希西家有7件事和他的勇士，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很特别，对不对？表示说他所做的这个工程对以色列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非常的重要。而圣经既然用这样的来隐喻告诉我们，这一道河，这一条河是预表神的同在，
并且是预表圣灵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并且有神的同在，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祝福都在其中不断的彰显。这是非常特别的。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考察地理的时候，会发现哇，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太棒。所以他说，神在其中，城必不致动摇。今天的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明白，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所建立的是不震动的国。而我们基督徒所应该建立的，也是一个不动摇的信心。这就是从经文里面让我们今天好好的体会。愿神帮助我们。所以诗人在这里有一个小节，在第7节的时候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在新约我们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相互呼应的。阿们。对。这是愿神给我们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国小开始写信，最后都会写怎么样？以马内利，对不对？哇，你们都没有写信过，对不对？很少哈。对，我们从小就这样写以马内利或周信荣上，那从这里可以体会，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非常明白以马内利的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主。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来宣告，来，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的，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牧师在跟我们分享一个不动摇的信心。非常重要的是，在信心的交托跟成就里面，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诗人说：“你们来看什么呢？看耶和华的作为。他怎么样使地荒凉？怎么样停止战争？”这就是在描述当时候西西家王怎么样靠着神来得胜哦。西西家王他在做王第14年的时候，亚述王就带领大队大军来攻击他，而且把耶路撒冷他的首都围起来了，并且亚述王就写了一封信。这是招降书，要西西家王来签哦。西西家王拿到这一份招降书的时候，心里非常的痛苦、悲伤，所以呢，他就到圣殿里面去，那里跪下来向神祷告：“主啊，到底我该怎么样？我要降服于他吗？我要投降以保我们百姓的性命吗？还是怎么样？神啊，求你帮助我！我在这个时刻唯有依靠你，因为我知道你在这里坐着为王。大水患难的时刻，我绝对不害怕。”他这样祷告，神听见了，神就差派了先知以赛亚去安慰西西家王，并且说神要惩罚亚述王哦。哇！当先知宣告了这一天的当天的晚上，天使就降下瘟疫在亚述的军队当中哦。当夜他们就死了185000人，这都是阿兵哥哦，骁勇善战的阿兵哥呢。哇！所以隔天亚述王马上就怎么样班师回朝了，主动的退回到他的国度里面。哇！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经历了神的拯救，他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诗人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休息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安静。好，台语的圣经说：令得静静，你们要静静的，你们要安静。在这里，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敲桌子，在那里
哀怨，不是的，他是退到神的圣殿，用眼泪来表达他爱他的百姓，用眼泪来表达主啊，我唯有你可以依靠。所以他安静，神就为他做一切美事。愿神给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你我。如果你现在的处境还是面对了极大的困境挑战，不要慌张，不要想尽办法，用任何的方式想要靠自己、靠朋友、靠所有可能的一切，要来把它解决掉。你应该首要的，你要相信，你是与神连结的，神是与你同在的，这是他所应许的。你应该安静在他的面前，更多的休息片刻吧，让你在安静当中得着智慧。神一定会理出他要你走的道路，神一定早就知道你的处境，为你预备最好的结果。当你回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走这一条神所预备的，或者你可能会迂回了好多，迂回了好多。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迂回了40年，最后才进入到迦南地，神所应许的。神不要我们那么久，神预备的就在前头，你只要安静。神给你智慧，给你属灵的眼光，看懂你的周遭，你就会知道神会亲自带领你往他预备的祝福那里往前行就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对于神有信心的时候，你的态度就是安静等候，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这是你我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所必要的。所以地震的时候该怎么样？去把珠宝赶快捧住吗？不是。地震的时候，你应该安静在神的面前。主啊，让我不慌张，让我知道我怎么样靠你来面对这一切的挑战跟困境。我感谢主，在我们最近，我们还是有听到信徒当中，他们在困境当中，牧师去关怀他们。有一些的家庭变故，然后我们总是感谢主，让我们听见信徒我们弟兄姐妹的回应是什么？他们会说感谢主，感谢上帝，还好有上帝可以依靠。阿们。每次我听到弟兄姐妹在困难当中，在遭遇当中，他们能够先用感谢，先用赞美开始，我知道他们的心中是有主的。阿们。既然他心中有主，我就知道怎么样加强他们的信心，也怎么样陪伴一起走过这困境。这是你我因为有这一份信仰，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来面对。所以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变故里面，不知道怎么样行，但是安静下来，就会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必在基督耶稣里面按着神所应许的都要成就在我们当中。阿们。这是我们所应该相信的。所以上帝总是同在，上帝总有他的安排，你信吗？你信就交托给他吧。阿们。这是我们最棒的信托，不是吗？最让我们可以安稳在神的手中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宣告，就是像诗人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也用这一节成为第11节的一个结束吧。这就是我们所信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他在整个宗教改革的过程里面陷入了极大的一个危难的时候，他的朋友
莫兰顿非常的失望，他也会鼓励他。我们一起来唱诗篇46篇，就是他所写的那一首诗歌，并且他会慎重的告诉莫兰顿说，他说：“我们若被灭亡，基督必与我们一同倒下。”很特别哦。好，马丁路德说，如果我们被灭亡的话，那我相信基督也跟我们一同倒下。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是倚靠基督的，基督既然是得胜的，我们必然最后可以得胜。好，如果我们倒下了，那表示什么？那表示我们所依靠的基督比我们先倒下，不是吗？对不对？既然你依靠基督，他倒了，当然我才会倒，不是吗？然而你相信基督会倒吗？会吗？不会，他已经胜过死亡了，对不对？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掌管一切，不是吗？也为我们代求，不是吗？所以我们祷告，在地上祷告，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他不倒下，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倒下。我们奉他的名建立的教会会倒吗？绝对不会倒，因为基督是全然得胜的，得胜属乎他。奉他名建立的教会也必然得胜，依靠他的信徒基督徒你我，也必然是可以站立得稳的。阿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不是要击垮我们，乃是要建立我们一个不动摇的信心。阿们。所以你跟隔壁说，我有不动摇的信心。是的，你我都有不动摇的信心。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你只要相信，你只要相信，神就算你为义。阿们。你只要相信，你不但可以得救，你也可以得恩，并且得荣耀的冠冕。这是基督徒我们所确信的。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领受，在你现在的处境，若有需要突破，有需要改变，有需要调整的，愿神给你智慧，给你信心，给你能力，给你话语，让你能够经历这一切，看见神一路的带领。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46篇第1，我们把它背起来。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愿神帮助我们，让不管你怎么样的处境当中，你都要记得神的话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神是我随时的帮助。我相信他，我需要他，我呼求他，他就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的引导，彰显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让我们经历他是丰盛的神。阿们。他是医治的神，他是全能的神，这就是我们所信的。阿们。感谢主。好吧，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因为他们必能见证。
你荣耀彰显，我真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真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你说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让我单单寻求你，我主，以单纯的心，相信灵许。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真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真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你今天早上，你愿意像牧师写这个诗一样的，你愿意经历神的同在，他的荣耀，他的荣光要照耀你，他要做医治赦免的工作，他要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在你的关系，在你的经济，在你的工作上。如果你愿意跟主说，主啊，我现在就要，你就开口跟他要，好不好？让我们开口来祷告，说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呼喊他的名字，我们就把你自己所要的亲自跟他说，他已经在这里，要听你的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呼喊你的名，你的宝座就在这里。我们赞美你，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喜悦我们用诚心实意来到你面前。主啊，你也更愿意听我们的祈求在你面前。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所需所求，透过他们的口开向你陈述的时候，愿主你悦纳他们，愿主你跟他们说，你所求的今天都要成就，都要应验神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父神，感谢你，这是恩典的时刻，因为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按你所应允给我们的，我们不止2、3个人，我们有100多个人，在将近快200个人在这里齐声敬拜赞美你。你应允我们，你在这里坐在你宝座上，来接受我们对你一切荣耀尊贵的赞美。我们也相信你要应允我们开口所求的一切都要成就，因为这应许就在这时刻要彰显。主，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信心不足的、软弱的，主啊，求你加添给他们，让他们用属你的眼光看见这荣耀的时刻是属乎我跟上帝的时刻，是我自己亲自遇见了这位神，是我亲自经历他的同在。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关系在这个时刻
跟你建立的更美好、更亲近。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徜徉与你同行，在天父的花园里面共享你一切的荣耀、美好的创作跟应许。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奉献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生活的社会从小就教导我们，只要顾好自己，是一个充满自私教育的社会。但是耶稣教导我们，不可以自私自利，不可以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高明，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因为当我们为别人付出奉献的时候，丰富的上帝就会补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33年，这几年因为科技的演变，所以我公司的营业额一年比一年少，当然我的年收入自然一年比一年差。不过回头看上帝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充满了祝福的恩典，因为他让一个没有念大学的孩子在33年前就找到一个固定主日可以休假，可以来教会做礼拜的工作。丰富的上帝又赏赐我美丽能干的妻子，帮助我经营幸福的家庭，又给我2个成熟懂事的孩子，他们现在在经济上也都独立自主。上帝在我经济最需要的时候，他的供应使我毫无缺乏，所以我才能在我们教会中参与各种聚会，以及在服事中学习成长。现在的我拥有健康、乐观、智慧、爱人的热情，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的丰富资产。所以奉献是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人有信心和爱心，奉献也是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阿们。这是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世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分别为
上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有这么美好的敬拜。神也为我们预备最棒的同工不论是招待、施会，在各个位置上的同工都有很美的服饰所以永光人是幸福的吗？阿们吗？跟旁边你跟他说，永光人最幸福。哈利路亚。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这一周的导读，特别呢我们现在在导读已经进入到下半年度，那你的导读经文写到哪里了？好，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收回，然后呢会装订成本。这一本是非常宝贵价值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跟上的，小组长催一下哦，催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导读神给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敬畏神。好，来引言，来我们一起来看，来请敬畏神。是，所以神他说，神的爱，他对于敬畏他的人、仰望他慈爱的人，神就加力量在我们当中。阿们吗？阿们。所以有敬拜、爱跟顺服，都是敬畏神的元素。所以你爱人、爱你的家人，你爱自己吗？你爱自己、爱你的家人、爱弟兄姐妹，那就是敬畏神。好，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都来导读经文，请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参与在导读的一个喜乐的列车里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消息。好，这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的我是航海王的营会，这些的青少年慢慢的上来。所以呢，教会呢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养的方式，让这些的青少年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在教会里边，为什么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要把教会留在地上？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来到教会，如果你的儿女没有来到教会，那么你真是亏欠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荣耀以及福分。所以牧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把你的儿女送到教会来，送给耶稣，交给耶稣，信托给耶稣。阿们吗？阿们。好，再来，接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我是航海王。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营会的剪辑。无比朝梦想出发，美好的一天，心情很阳光，快乐的起航，等不及要出发。每一个老师，有的工作请假，来陪伴这些的孩子，为他们上课程。会走，可会走？他已经抛弃我了。他回来了，知道力，是他自己的孩子很辛苦。老师不仅要带班，也要演戏剧。每一个孩子也很乐于参与讨论。我们都把孩子的价值观拉回到圣经的教导里边。最后牧师为他们预言的服事。接下来他们就进入到青少年牧区，继续的在青少年牧区里边接受牧养，陪伴他们的成长。好，把这一切都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好，那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儿童牧区他们所要办的儿童的营会。好，那我们再接下来下一个。这
这个可以，好，我们来接下来，好我们呢QT 灵修本呢，我们已经开始在预购。那我们有我们的 QT 本有这3本哈，有儿童的、青少年以及成人的。那我们的价钱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所缴交的费用，教会都有补助，好，原价是更高的，那教会都有补助哈。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每一天一定要有灵修的习惯，每一天要把神的话语吃进来，就如同你要吃3餐，所以我们要先吃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灵命的养分。好，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月，我们每一个月来缴交，好，我们每一个月来缴交，因为有些人呢，他定了，然后定了半年，结果没有缴交费用，那没有缴交费用要怎么样？变成教会要帮你缴交，所以这些的金钱都会浪费掉。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月的第1周的主日呢，我们都能够来缴交哈，然后把这些的QT 本的费用能够缴交给我们的会员干事。好，再来。好，我们的7月撼动星球的预言的服事，有参加这个预言服事，有被邀请预言服事的同工们，请举手一下。预言服事的同工，好的，好，那我们请把这300字的预言稿呢，你已经领受了，然后预言稿呢，然后呢，交到我们的名家干事，我们要到今天截止了哈，今天截止，所以呢，我们务必要好好的安静。然后呢，静下心来领受圣灵，然后把神的话语，成为祝福我们孩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向。好，另外呢，下个礼拜我们有长执会，那我们请小组长能够来列席。好，再来，这是我们永光培育学校。我们在9月就要开课，所以呢我们有这些的课程。那特别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没有进到培育学校的，或者是我们在永光教会里面受洗的或是转籍的，我们都来报名来参加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灵性的国民学校，国民教育。灵性的国民教育，好这是一个门徒的教育，所以这是神特别给永光的一个礼物，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我们都能够赶快来报名哈，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恭喜我们的游国斌长老呢，在上个礼拜的第73届的中会第2次的议会呢，被选出成为我们的中委长老。我是中委的牧师，他是中委的长老，所以我们教会就有2个是在中委的中会的一个干部群里边都要为中会的每一个教会来服侍。我们台北中会目前有99间教会，所以呢，牧师要牧养自己的教会，还要再关顾别人的教会哈。所以呢，也要为牧师来祷告，也为我们的国宾长老来祷告，也特别为他的身体的健康来祷告。好，接着。我们所敬爱的周素凤姐妹哈，周素凤姐妹她常常都是坐在后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姐妹，安息主怀。所以呢，定在7月5号上午的10点半，在2滨我们要为她来举办一个告别的礼拜。所以等一下呢，礼拜后我们的诗班在这里呢，如果能够参加的，我们等一下在这里要来练唱为诗。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能够把神的安慰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那这个告别礼拜呢，他们的朋友家属呢，还没有信主的也都会来参加。所以呢，告别礼拜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布道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来一起关心。也许我们不认识他，但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可以的哈。好，接下来，好，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新朋友，好。好，新朋友是我们的好宋慧，等一下，好宋慧来，宋慧在哪里吗？好宋慧好，有事先离开哈，好有事先离开，那是林慧的朋友，所以上帝祝福在宋慧身上，所以呢林慧在转达他哈，上帝祝福在我们这个宋慧的
这个姐妹的身上。好，再来我们来欢迎慧燕所带来的朋友琼怡还有佳明。琼怡、佳明，你们在哪里？好，请站起来一下，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琼怡还有佳明。刚刚呢，他们在楼上有带孩子参加亲子礼拜，上帝大大祝福你们的家庭，蒙恩，你们的家呢是特别被神所恩宠的家庭。阿们！我们一次的欢迎，上帝祝福你们，请坐。接着我们来欢迎琼瑶所带来的朋友芷莹。芷莹在哪里呢？芷莹，好我们欢迎我们的芷莹。是子莹，感谢主，上帝也要祝福在子莹的生命里边。好，那我们现在所介绍的朋友呢，教会有一些一份礼物要来送给我们，所以我们来跟着我们的迎宾团队，我们要来接待你们。好，在哪里？在哪里？好，我们的瑞欣、瑞轩在哪里？从美国回来是不是？好，瑞欣、瑞轩挥挥手一下。感谢主哈，也是我们的青少年哈，神把他们带到在美国的生活，然后我们也恭喜哥哥呢大学毕业了，然后也考上南加州大学，对不对？好，上帝真是祝福在我们的儿女当中，就如同刚刚牧师的经文里边。我们在神的眷顾里，神都必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加恩典给我们，阿们吗？所以我们是得胜的。跟旁边人，你跟他说，我们必是得胜的。好，感谢主。这个时候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彼此的祝福。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来，对你左右边的人，跟他祝福说：耶稣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看看对方，两边的人。摄影机来扫描我们的会众一下，我们会众挥手一下，跟我们在直播上的，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在北部中南部的，神都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主呀！不管他们在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好，我们仍然在这里，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圣灵开启你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上帝永远与你们同在，让你们也经历基督救恩与爱，好让你们所说、所行、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透过这一切能够彰显神的荣美，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家平安。上帝赐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上帝赐福我们，我们各个小组可以来，小组长来带我们的组员来祷告，来最后给他们的祝福。